2026年度 HKMA ViuTV 及 Now TV 傑出市場策劃獎正式啟動。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嘅市場策劃獎項，40多年來表揚近1000個突破性嘅市場推廣項目，成就無數營銷精英。回顧上屆，最後10強誕生 ，Now TV 金獎、銀獎、銅獎以及卓越獎。麥當勞香港更榮獲傑出市場策劃機構獎，表揚其市場策劃人才輩出，同時推出多個具影響力嘅市場推廣項目。今年獎項成立 HKMA 傑出市場策劃精英會，匯聚每一屆得獎精英，打造強大營銷領袖智囊網絡，培育人才。2026年獎項同業界領袖繼續並肩前行，開創營銷新篇章。Marketing 不停 ，Market 點會停？立即報名2026年 HKMA ViuTV 及 Now TV 傑出市場策劃獎。